9月7日是世界自杀的防治日。根据卫福部的资料，去年自杀的通报是比去年增加7.5%，死亡的人数是较少小可。不过是有4成外的民众因为疫情感觉大头震荡。在这个时候创造希望。点到象征希望防治自杀的灯啊，测试自杀防治协会公布统计，2021年全国自杀防治通报计共有43469人，比2019年增加7.5%。自杀死亡的人数3585人，比前一年减1.9%。另外有4成以上的民众，捌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感受到压力。COVID-19的疫情影响之下，民众的心理健康方面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在未来，这是我们很重大的课题。饮食，然后睡眠，还有他的心情怎么样？比如说他工作的维持状况，我想透过亲友的一个电话，达到就是对隔离者的一些关心。毋但疫情影响到心理，顶个月艺人爱成坠楼身亡，真侪媒体拢有报道。协会指出，但是媒体无处理好势，也可能影响到亲像青少年等等的高风险族群，烦恼有模仿效应。对自杀方法如果过度的一个报道的话，也可能引起效应。应该要报道这个事件里面相关的危险因子，来早期辨识导引面临同样逆境的人。专家表示，民众若是会使主动关怀可能有自杀意念的人，提供适当的支持陪伴，而且进行资源的转介，就会使建立更高品质的社会安全网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